欢迎来这位大家搞早平安，真感谢主，咱伫过活节时阵会当兄弟姊妹无受阻挡，真顺遂，会当来到伫教会来敬拜上帝，这才是上帝无限的恩典甲祝福。因为伫今仔日这个过活节的时刻，全世界遮侪国的国家，真侪拢封城，袂当出外嘛袂当去到教会敬拜上帝。伫即个台湾嘛有真侪教会，因为因有特别的缘故，嘛有采取无来举行即个实体的礼拜。虽然咱今仔日参加人数算袂少啊，不过我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就是咱会当伫遮只干挂口罩。就会当专心伫遮敬拜上帝。毋知有偌侪人付出因的努力。咱的国家的防疫人员，咱国家遮医疗护士人员，因毋知付出偌侪心血。意思是因毋知用偌侪的努力，才换得咱现在也会当伫即个所在。所以咱爱心存感恩的心。也为着咱即个国家的防疫，为着咱侪医疗人员因用专业的知识，伫危险的中间，又愿意替咱固守迄个疫情无去蔓延，这才是咱台湾人的恩典。咱真侪兄弟，我相信你通过新闻媒体有种感觉啦吼，讲从来毋捌台湾人感觉讲遮尔尊荣感。会感觉讲咱台湾足幸福的安尼就对啦吼。即款的幸福毋是短暂的，望是咱兄弟姊妹大家拍拼努力所得来。咱也求主保守经过进前清明节吼，因为大家四过去佚佗，大家是讲遮久无去放风一下安尼大家你也去，我也去，煞比做观光区比咱市内较侪人就对啦吼。政府咧讲，大概即2天若平安大概即过来的困难就较少实在是这大凡事，因为咱有兄弟，大家足忍耐啦吼，互相真配合。咱真望讲，咱的限制就到遮为止吼。过来慢慢再恢复起来，毋是搁愈严这是咱的祈祷啦吼。今仔日咱伫即个所在来敬拜上帝，咱拄好是过活节。即个过活节呢？我心内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感触啦吼，就是讲，咱以往若是过活节，拢会尽量安排，愈热场愈好，愈闹热愈好。圣歌队唱愈侪首，感觉咧学乐主耶稣的过活。有的城市呢，佫特别呢，伫透早吼，伫今仔日的透早5、6点的时阵，去到伫迄个风景区，也是公园，要学习当时耶稣。伫透早，搁我遮姊妹妇女去到墓里，要看耶稣听见天使甲因讲，伊无伫遮已经过迄种欢喜的心有真侪的城市拢举行迄叫做早起晨光礼拜就对啦，毋过咱即马渐渐今年的关系，大家拢取消也是禁止看起来好像安尼真美事啦吼。真美是感觉讲无迄个过活节气氛，毋过这互我去想着讲，上帝敢毋是要互咱搁倒转去头一摆的过活节？头一摆的过活节也无人知敢若迄几位姊妹摕着遮个香料就是要去甲耶稣抹身躯伊遗体安尼若听，但是伫迄个时阵。耶稣过活的信息，对伫几位妇人人的见证内面，即个过活的权柄甲开力，虽然无一个人知，也毋过伊的开力一直展现，一直延续到今仔日。所以，即个疫情，互咱袂当安尼遐尔公开活动闹热庆祝。毋过，是毋是咱搁倒转去原起初的过活节？你有真做迄个见证者无？你有真做迄个上帝所予你迄个过活开力的传播者无？这是咱今日即个
疫情的中间，搁偌济一个感想。啊，咱要三个分享这圣经的话吼，啊，我要招咱搁复习拄则所读的经节啦吼。路加福音24章1节到6节，这段就是拄则牧师所讲。啊，咱搁做一个复习，就是讲礼拜日这3字吼，毋是当当时的话啦，是后来翻译的人解释的吼。咱若是看旧的圣经，是讲叫做7日的头一日。啊，所以咱对圣经的知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7日的头一日，就是对犹太人因所讲的迄个安息日过啊，吼。新的一个礼拜周期啊，新的7日的头一日啊，因为安息日已经过了啊，所以就是伫迄个7日的头一日，才会妇女见证着耶稣过啊。啊，讲这妇人人准备芳了，但是看见迄个梦吼已经石头过开啊，啊，因就入去啊，找无耶稣遗体。啊，咱嘛小可会当了解这个知识吼，因为伫中东迄个所在，因为梦毋是像台湾的即个模式，吼，也是讲真侪国家，伊是乌一个梦窟啊，棺木啊，佮放伫土内藏起来，毋是。伫中东迄个所在，因为打扫，因为迄个土较少，所以因是乌一个墓坑。迄个墓坑呢，内面有像一个墓坑安尼，有时咱放两三个遗体哦，吼，啊，然后再用大粒石头对迄个墓坑甲砍掉诶。啊，因为因迄个所在已经发展出真好诶，迄个保持遗体诶技术，就是咱讲物药烹料啊抹，所以袂感觉讲咱有所讲诶讲啊，迄尸体都凹去啊、臭去啊，袂，因为迄款诶技术啊，这是中东迄款诶。丧礼吼，丧礼习俗就对啦吼。但是因找无主耶稣的时阵，啊，为着这样代志硬去啊，哇，啥拢无讲，哎，较会安尼，吼啊，一般对伫死时，大家拢惊甲死过走咧，哪有可能讲连一个遗体也无去咧？啊，而且讲伫遮看见，即个两个人穿光影影的衫徛伫边啊，啊，咱知讲这就是天使伫迄个所在甲因宣告。讲这会人真着惊，蒙面拍伫涂骹啊！迄两个人甲因讲：恁是安怎伫死人中伫找活人啊？伊无伫遮已经过啊！这个是一个过偌济的原起点就对啦。世间人知影过偌济是伫遮开始，啊，而且是一定听主的姊妹啊所发现到的。啊，咱第2段经文呢，咱会通看到保罗吼用重复的话一直讲哦。有时你也读了讲，介绍头前读过，安尼后壁佫讲吼。啊，所以咱佫做点仔复习，伊讲，既然阮所宣扬的是基督已经对死人中过啊，恁中间哪有人讲无死人过活？保罗是先用基督对死人中过活这项事，要甲这个教会人，搁做一遍的肯定，讲，恁讲中间无啦，无死人过活，但是耶稣基督是有过活，所以这项事已经拍破，这个话已经拍破，迄个恁咧讲的话已经拍破去啊。伊讲，若无死人过活，基督就无过活，所以基督是因为伊的过活，互死人无过活这样代志变做是假的，有过活，是因为基督已经过活。伊讲，若基督无过活，安尼我所宣扬的是空空，你的信嘛是空空。所以整个信仰的核心啦，吼，整个信仰上就是这句话：基督若无过活，我所讲的拢是空空。因为耶稣看我伫世间讲偌济好的道理，啊，做偌济奇妙的事，但是这项代志无成就，就安尼，伊只不过是一个传奇人物安尼尔定。啊，所以15节讲，安尼阮是得为上帝做假见证啊。若是上耶稣无过活，亲像咧假见证啊。因为讲，阮见证上帝已经互基督过活，意思是讲，阮讲即句话，啊，毋过无事实，安尼毋是阮咧黑白讲的吗？空嘴报纸吗？还讲死人若无过活，上帝就无互基督过活，所以伊就是用即个话反复一直咧做
做定称啊，做肯定吼。所以那世人无过我，就基督无过我。基督若无过我，恁的信就无路用，恁就夭伫罪恶中。用这个要甲咱三个思考，伫过活这中间，咱一个理智上啊，甲信仰上的思考啦吼。啊，拄则因为要读经文，所以牧师先讲了啊。今年的过活这，全世界拢伫这个新冠病毒威胁的下面，减少着迄个庆祝的气氛啦。也毋过，咱人讲伫无共款的中间，有时咱讲物极必反。有时伫迄种无方便的中间，迄个困难的中间，你会感觉到，哎呀，好像就倒转去是第一个过活节。有时吼，咱伫这一两个月，有兄弟咧庆祝迄个生日对无吼？好像也袂当招朋友来开 party 啊吼，啊，感觉真美是真少。但是有时吼，颠倒互你感觉到，生日的意义是甚物啊？我会记食牧师定咧甲我讲较早吼，因伫庄脚的时阵，若生日吼，啊妈妈煮一粒鸡卵啊，就感觉足欢喜啊，感觉讲哎呀，我实在足珍惜的，这生命是对妈妈啊来互我有这个生命，足感恩的。啊，一粒鸡卵是要算偌济？但是迄种的感恩的心，甲讲你遮澎湃。遐热热，但是无迄种感谢，迄事实无一定较好。所以期待咱伫今年的过活节，你会当伫你的家己的日记内底，你家己的圣经的空白的所在，伫你家己的周报内面记录讲，你今年伫即个疫情的威胁的下面，你对过活节的感受。但这个图片是咧讲起拄则迄个故事，讲。礼拜日头一日天曝光的时阵，这个妇女去看耶稣，啊，这也是迄个图片啦吼。7日头一日，这个妇女去看耶稣，啊，这拢是迄个空的梦的图片，啊，历代真侪画家画出这个真水的图吼，啊，拢咧讲起这项代志。啊，妇女因亲自看见耶稣的过活，啊，这拢是安尼看到。互咱较有印象、较具体就对啦吼。啊，这拢是一个上顶的图画，啊，伫迄个所在咧，互咱了解这项事安尼。啊，我讲，因为无法度人办遐闹热、遐庆祝，我会去记着讲，咱进前吼，近10当前，也是120当前，伫美国一间足出名，伫甘关吼，一间水晶教堂吼。哇！这间教会是迄阵差不多美国前20年中间上出名的一间教堂，因为规个礼拜堂拢用迄个水晶玻璃甲起来，所以会当对内底看伫天空就对啦。因当年过活节也是圣诞节因是演戏足闹热的就对啦。啊，规个甚至甲过活节时阵甲骆驼啦、甲马啦、甲羊啊拢牵入来咧，等于。哇，有够办啊，有够请呀，就对安尼吼。啊，足侪人拢爱看因迄个圣诞节，也是过活节的节目安尼。但是今仔日全美国无一个所在会当安尼做，因为因只好会当用视讯，也是银幕伫遐来做。但是安尼会减少咱对耶稣基督过活的信心无会啦。是要搁倒转来，咱讲返回初心。你要转去原始，耶稣过活的意义是甚物？因为头一遍的过活节也无人伫遐咧庆祝啊，只是有人看见即个新热甲奇妙。那咱搁倒转来即个圣经的教示，主耶稣降生到你即个世界，就是以展开救赎人类的第一步啦。意思讲，咱伫12月25咧庆祝过活节，只不过是以耶稣来到世间，伊。道成肉体，毋过迄是第一步。请会记哩，今仔日咱咧庆祝耶稣的过活，才是伊救赎的完成。迄是起头，即个是完成安尼。所以，咱会使安尼讲，若主耶稣无受死，甲过活，安尼伊伫世间真侪奇妙的事业，结果是增加一寡传奇故事啦吼。咱来足爱看迄古装的戏剧，
咱足爱看一寡安尼足出名的小说，是你内底写甲，互你感觉讲哇，活灵活现安尼。看《三国演义》安尼，关公偌厉害聪明偌聪明安尼，孔明偌聪明这就是你会感觉讲哇，这故事我平常时看袂到的伫迄个故事内底看会到。若假说耶稣行的这个事，你结果是安尼尔定，安尼感觉讲爱足神奇对毋对？毋过安尼无够。那耶稣无够遐个故事只不过是历史中真侪遐个，人讲神奇传说内底一部分定就对啦。所以，那耶稣无够无死无够伊来这经历，只不过是亲像风云人物亲像明星一般亲像一阵风过去。那像咱台湾的戏剧定咧做啥物乾隆下江南，毋知偌厉害就对啦。伊逐项代志拢做成功就对啦。这是即个你讲故事的话题尔嘛，这世间足侪即款故事咧，所以。咱回归伫耶稣基督教我的上重要的观点是讲，主教我除了是救赎的完成以外，更较重要是伊救赎的大关联啦。教我是2000年前迄阵妇女看到的故事但是你甲咱什么关系？重要是伫遮是主救赎迄个关联是超越时空的就对啦。迄个教我毋是一件代志。毋是当时发生的事，是迄个教我的能力一直延续，一直延续，无断。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圣神的同在，圣神互耶稣基督教我的能力一直延续到伫今仔日，对伫所有遐愿意接受耶稣教我的信仰的人的中间，所以是超越时空，是世间人永恒的盼望甲能力。这个才是咱在纪念过偌济，迄个上界有意义，而且是有效，对你有实际，甲你有关系。但遐尼姊妹，咱拢知影讲过偌济，咱当个用一寡，因为年代已经遮久各地拢有遐庆祝过偌济，迄款的上顶的物件。咱今日咱看头前排遮济，遮济遮卵那这个卵看起来都。粗俗，毋过是安那？咱用即个卵来代表耶稣教我呢？所以是咱知影讲，即个教我这咱常常伫咱台湾看会到的上顶的物品是教我这即个卵。可另外一种是安那呢？叫做六角树，毋知咱看过？足侪人伫咧庭院，足爱种即款树，伊迄树看到变化足大，有人家叫做鸡卵花啦，因为伊是外表变化。互你感觉讲差真大所以象征新的生命的突破甲生命的神魔所以有真侪人会当用一粒小小的卵做真侪艺术啦即款过偌济卵安尼毋知用偌济功夫落去做的就对啦咱敢若看到伊安尼做，咱讲哇咧，迄是足有心啦足有路的就对啦即拢是拢是在过偌济卵水甲，互人感觉讲变艺术品就对啦变艺术品安尼。这是传承遐尼久，过偌济的故事。真哩，这粒卵看起来定定，但是伊内底有生命。伫鸡咧孵的中间，也是现代人用这个现代机器，这个壳会破去，一只鸡会对壳内底走出来。你会感觉讲，迄个生命的奇妙，伊咧象征耶稣对亡灵搁出，甲这个卵壳。迄个鸡甲落破真有意思。另外一种是鸡卵球啦咱看起伊这一支像六角安尼这已经布艺若无布艺时阵，都一支亲像大鸡共款，你嘛袂感觉讲到底这张球有啥物稀罕啦但是慢慢伊变化开始开遐尼水的花。你会感觉讲一个亲像高大的树则变做开遐尼水的花，互你感觉这象征一种生命的能力甲开力就对啦。有人就用六角树甲做一种装饰品带伫厝里。讲听讲姊妹就爱用这，因为顶管拢遐吊你的鱼钩啦、莲啦啥个拢袂去无去，是要找拢找有就对啦这种家饰用品。
啊，咱是安那会当用这个是咧表示讲，咱对耶稣过我的这种理解，伊突破迄个困境，伊无搁互世俗束缚就对啦。兄弟姊妹，当咱基督徒因为相信主过我，咱感觉讲足自然的，但是有真侪人对主的过我有疑问呢。啊，大概咱若对这个书内底，会当对这反倒转来思考就对啦吼。反倒转来思考，你就会当知影讲哦，啊，原来即款情形有真侪人会做即款的理解吼，有做即款的理解，啊，咱会当啊来实际来想就对了吼。啊，他即个头一个就是讲，过我敢是真实的，主过我的真实性，主过我敢有真正发生，吼安尼。啊，所以有人有这种理论就对了。第一个理论叫做幻觉，啊，迄是当时这个学生吼，种虚幻的，啊，假当作真的就对啦，叫做幻觉论啦，吼。啊，但是咱若注意看《哥林多前书》15章30到60安尼讲，《哥林多前书》15章30到60讲，就是照圣经所记载，基督为着咱的罪死埋葬，搁照圣经所记载，伊第3日过啊，伊讲照圣经记载嘛吼。但是伊搁做这方面的证明哦，伊讲伊有对彼得显现，搁对12使徒显现，后来伊有一摆对500外的兄弟显现。遐个人有诶已经死，毋过大部分人还活着。保罗讲这话什么意思？伊讲哦，圣经是安尼讲，啊，迄阵都无人伫遐啊，都干那只姊妹伫遐嘛，对无？但是呢，耶稣有过我50到60安尼见证，讲伊有甲彼得显现，伊有甲12使徒显现，伊搁有一摆500个人兄弟姊妹显现。伊要讲诶意思是讲，迄都毋是2-3个人哦，家己秘伫厝里，家己制造一个新闻吼。啊，死过甲人传播假消息啦，无，这个人是亲身做见证，而且这个人大部分了活的。意思讲，保罗咧写这个圣经哥林多的时阵，也有真侪人，就是亲自见证，安尼就对。啊，所以圣经记载差不多11摆记载耶稣过我显现啦。伊讲，那假使这个见证者有幻觉，哇，大家拢有幻觉，你毋就？世界上出名的魔术师，逐位拢甲你骗到最后。有啦，今仔日吼有真侪迄个骗子吼，足厉害呢。骗人讲你投资偌济吼，啊，你就会趁偌济，吼，足侪人小济。啊，毋过到尾会恍然大悟，对毋对？到尾就爆发出来啊！啊，迄个骗子王掠去关啊。但是到即阵2000年啊，2000年啊，若是卡出一个谎言，那有可能暗砍2000年呢？所以意思是讲。你批评人幻觉，是你家己有可能家己是幻觉才对啦吼。好，啊，佮第二是讲保罗讲，哥林多记载讲，门徒10个门徒甲彼得，啊，佮500个人拢见证耶稣过啊。而且这个人到现在也活咧，从伊咧写这个圣经的时阵，伊甲哥林多教会人讲，这个有一个人话，意思讲，你若无相信，去问伊啦，这个人拢有看见耶稣啦。伊过我耶稣啦。第二项是讲白贼咧，刁工讲白贼，拄则迄是幻觉哦吼，即嘛则是讲白贼。因为吼，因的理解是讲啊，门徒伊就甲耶稣斗阵感情足好啦，啊无想讲耶稣说到最后去死伫十字架顶呢，啊因伫足遗憾、足悔恨的即个下面，啊就刁工制造一个无爱接受事实啦，接受刁工假一个耶稣搁过我起来的故事。啊，要互人听安尼啦，但是咱做看有讲500个人要安怎同声同喙讲白贼的，吼，敢袂讲一半也讲毋对去，闹交去啊，吼啊，咱遮头100几个，啊，敢袂讲牧师讲一句，叫恁拢照安尼讲，你出去吼，牧师讲5字，可能你变6字啊啦，无一定的标准嘛，那有好可能讲500个人讲同声的话，啊，搁一项。上界会当印证的事实是甚物呢？初代信徒因敢有需要为着即个白贼话忍受压迫，为着一个无事实的事啊，我甘愿受压迫。我甚至为着即个无事实的事，我去顺道。世间人无人遐戆嘛，啊嘛无人遐尼会坚持啦。
伊既然是假的，你哪会当做我变较真的较真呢？啊，甚至重要的是，这个假的故事佫传播愈大，福音愈传。啊，这个完全超出咱的逻辑嘛，超出咱会当理解的事实。安尼用这个话来反证讲，啊那耶稣无过我，什么是过我？因为事实是耶稣的过我已经验证伫这门徒，而且这门徒用着唔惊死，为着拼命，为着以顺道来见证耶稣过我。因为耶稣的过我，才互伊有这款气力啦。耶稣的过我，才互伊有这款的能力甲信心啦。耶稣的过我，才互伊会当伫迄个压迫的中间，犹原当冷静，伫迄个筛血的中间，伫迄个含落伫加罗的顶面，甚至要对耶稣互人定死的街中间，犹原唱歌学罗主啊！这个代志对古早到今仔日要继续的发生。那咱能了解讲，初代信徒因足热情，伊有耶稣过我的信念甲热情，但是伫当时会当反变，迄是无简单哦。因为因甲犹太人的安息日，咱拄则圣经有读到伊讲是7日的头一日，啊，你表示迄日根本都毋是原来犹太人的祭期啊！因为开始第一日就是开始要做工课啊嘛。但是竟然基督徒有法度通甲几啊千年犹太人的习俗安息日改做礼拜日，就是安息日是拜六，咱即换今仔日礼拜日咧敬拜上帝。因何米苦要甲犹太人的礼俗安尼甲反过来？迄阵阁是受压迫的呢，迄是300几年后，罗马帝国来承认基督教，才会当公开信耶稣啊。但是因竟然为着要一个谎言，啊来改耶稣过我，啊佫用日来敬拜上帝，阿罗上帝。意思讲，无人有迄个气力啦，啊佫持续遐尼久，因为伊要颠覆犹太人传统的革命呢。所以遐尼即位。主过我是基督教信仰甲教会的根源啦，所以圣经咱所读的圣经，就是用耶稣过我的真理结合做伙，互咱今日的教会持续伫遮，咱有法度人理直气壮为主来做见证，因为咱是用耶稣基督过我做根基来建立教会。你讲什么人组成一个什么会？2000年来，这个会继续伊伫蓬勃发展，迄个气力，若是干那一个活动，一个热老早就无去啊。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教圣神的做工，历代有一群人、济人经验着教我的气力，所以一直用伊的生活、用伊的讲话、用伊的工作、用伊的见证，继续的为着这个教我来见证。当兄弟姊妹，最后咱要讲是讲，那安尼，你讲这个事是真的好这个毋是假白贼，也毋是反领，但是甲咱有啥物关系啊？耶稣过我甲咱有啥物关系？这才是重要嘛。伊若甲咱无关系，耶稣过我嘛是一个传奇尔嘛。所以过我这有啥物意义？过我，但是真正有过我，甲咱的生活有啥物关联？咱要用安尼来讲，就是讲过我伊是有气力的。有带着能力的，因为伊会改变生命。诗篇98篇1节讲，爱主唱新歌，因为伊行奇伟的事，伊用大能甲神圣的力量赢得了胜利。这段是中文的，因为咱的这个大纲内底敢若一项用中文表达，但是咱台语咱当安尼读啦，较熟啦，就是讲，恁着主唱新的歌，因为伊有做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成的手骨，互伊得到胜利。这是这个台语咱读了较顺啦。这是华语的。讲唱新歌，因为伊有行奇伟的事，伊用大能甲神圣的力量赢得了胜利。表示讲，咱的唱新歌，毋是黑白唱的，想到的，灵感来的，是因为咱确实经验到上帝做奇妙的事，伊的正手。有得到胜利，所以兄弟姊妹，是嘞，唱新歌毋是讲建一条新的曲，比如讲咱的圣歌队咱的指挥因逐摆拢有咱的指挥啦，咱
咱的年轻长老啦吼，也是美娟老师，因为感觉讲吼，那拄着要献诗哦，就开始头疼，爱想看有新的歌人唱无？吼，旧的歌真好，啊袂使定溜啊，爱换新歌。但是伫圣经在讲即个新歌，毋是干那唱一条新的曲，也是找一个新的歌手来唱。因为这条新歌的意思是讲，你已经伫主的内面经历着荣耀胜利生命的改变，你才唱的。你唱的这条歌吼，是对生命唱出来，毋是请一个歌手来唱一条新的歌。所以唱新歌是表示讲，较早迄个旧的歌已经无法度表达我的心情啊。我要对主唱新歌，这是这个圣诗的这个诗篇的意思。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正兄弟姊妹，无论你伫现场做礼拜，还是你伫网络内面，这拢无影响，因为各外的开力是超越时空嘛，各外的开力是透过圣神一直甲你同在，所以咱要学习这个事。第一，咱领受各外的能力，咱就是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代志。啥叫新的眼光？毋是去换一条新目睭呢？是你看真侪世间的事，因为有耶稣基督各外眼光，你拢看做无共款。足侪代志有意义，啊，所以咱的圣经即个读经手册，咱嘛叫做新眼光读经，就是表示讲，咱会当伫即个世俗的事的中间，看见新的代志，看见上帝伫咱心中所显明的迄款的应允。第二，各外的开力会互你改变你心内的个性，甲你心思意念，因为各外你愿意为着对得万分的对象来代祷甲祝福，为着万分的对象哦，你的对得，你愿意为着伊祝福。我毋知影咱兄弟的确足侪人拢看到即两日的网络的新闻吼。咱伫英国一个少年查某囡仔叫做林威啊吼，伊用4分钟的英语安尼，叫甲迄个谭德赛安尼，甲变倒转去吼，啊，准备做新闻人物，啊，无拍算讲，足侪人咧讲伊新闻人物的时阵，去发觉到伊的家庭是拄着一件台湾足严重的社会新闻，因为伊的阿公，即个林威啦吼 ，Vivian， 即个阿公是互小三拍死的，到尾伊的阿嬷嘛是互。就是讲，阿公甲阿嬷拢死伫凶杀案就对啦。啊，伊的老爸对伫一个孤儿，对着拄着即个苦难的事内面，后来伊信主，伊信耶稣，后来伊欢喜原谅，就是原谅即个小三。就是讲，伊的老爸吼，迄个就对了，伊的小三就对啊，所以伊即个照讲是。伊上有理由通怨恨即个人啊，伊互伊家破人亡嘛。但是因为伊对得到信仰，伊讲伊愿意原谅伊。即个开力毋是人讲啊，你放下哦，较好讲，是因为上帝的能力，互即个叫做林良贤的款，即个兄弟又伫 Good TV 介绍有做见证，有报纸甲访问，伊讲我因为信主。所以伊就变做换伊的故事，得甲人讲，我是应该世间上会当用仇恨来报复的人，但是我愿意原谅别人。啊，所以上帝嘛足奇妙，即个查某囡仔吼，啊咧回应谭德赛，啊煞变做因爸爸的故事，煞变做最近煞大家咧流传。但即个生命的态度的改变，毋是吼。来自本身啦，就是讲我原来会安尼，毋是，是因为你有对各位耶稣基督，你才有迄个开力。意思讲有时咱会挣扎，讲我敢真正要原谅伊，我敢真正要包容伊。啊，这个人吼对我就定定安尼，甲我高甜啊，甲我这就麻烦。谁人我爱原谅伊，我要接受伊。所以咱伫教会是一个试验场，你敢知影？因为耶稣基督各位开力，就是要互你试验看。即个上讨厌的人，你有法当接受伊无啊？啊，你毋则是耶稣国外开力，有法当伫咱教会实施。啊，咱会友兄弟姊妹，大家个性百样啊。啊，毋过我因为有耶稣基督国外开力，所以我有法当人超越即个。
安尼，这个教会都是活我的见证啊！兄弟姊妹相疼，是疼入心的，毋是一种假的。啊，迄个快乐就是对耶稣基督新的生命。主国我大权能也推动咱去做，照世界人本性袂去做的代志。伊是讲啊，照人讲自私啦、顾家己啦，别人的代志啦，伊的代志啦。但是咱看，包括这个武汉的疫情、新冠疫情真侪人愿意做遐本来伊应该做更较侪的事，这是因为有时是信仰互伊的快乐。所以，国我的能力的运行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啦。咱当牺牲愿意、无怨无悔为主来服侍。咱可爱咱讲拄则牧师所讲的，国我的能力的运行，引带基督徒毋惊染疫的风险，志愿参与医疗、服务、甲关怀失丧的人。像咱顶日所讲的这个意大利这个神父，伊去关心伊的信徒，他染着病。染着新冠病毒，但是伊讲，我遐尼老啊，我甘愿甲呼吸器让互别人，让我少年人救会起来，伊甘愿接受上帝的安排，到最后伊就失去生命。这个美国的老医生，伊志愿阁倒转去第一线，要照顾遐有病的人，甚至伊阁写一张遗书，讲，若我无细字去染着病。请你犹原甲对个神父共款，呼吸器、遐救命的器材，承让互别人。你看这款心的人，你就知影讲上帝恩典甲开得遐尼大。最后一项是国外的能力，会互咱引带咱去传福音，去对遐无熟悉的人、偏僻的人传福音，到偏远的所在，这互咱感觉讲心内足。感动，我拄则无讲，咱台湾人毋捌从来无感觉，就讲咱即阵足有尊严感，足有幸福感。是因为咱毋若是台湾伫遮生活，真足快乐、足平安呢。咱阁会当送口罩互别人呢。讲意大利的一个神父伫罗东的即个老神父伊感动流目屎，讲伊的故乡遐侪人死死啊，即马心况会当无寡钱1-2千万啊！去帮忙我的故乡无拍算几日尔，1亿外。这个罗东这个神父伊讲毋免过来啊，有够啊！这敢毋是一个新节？因为这个神父奉着主的名，到偏僻的台湾传福音。今仔日咱用加倍来回报。兄弟姊妹，最后牧师要讲一个小故事来做结束。主国我的大权能，真做一个改变生命的主，伊改变生命。这个故事可能咱捌接触过，但是我简单讲，2009年的时阵，联合国有针对1975年到79年，迄个时阵有一个叫做红色高棉，有人甲翻译做赤柬遐高阶层的人，因为因有实行遐足严肃的、严重的暴力，因成立一个战争的法庭就对啦，要审查这的当时遐领导者，咱知影迄有一个坡布政权有无？咱台湾人翻译做坡拍，还是坡布政权？中间头一个审理的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典狱长。人家称呼做是刽子手，叫做康克尤。有的人因为迄翻译无共款，有人讲伊的另外一个名叫做康贵伊啦，有的叫做杜赫啦，牧师用其中的一个代表名称就好。啥那这个代志都发生一段，你看2009年到迄阵1975年遐久啊，那迄个时阵才有人要来审这的战犯呢，有原因啦，因为咱先讲这个康克尤原来是一个老师，但是后来互人招伊入去红色的高棉，是咱这个叫做 Cambodia 这个柬埔寨，伊主管一个部门就是特工的部门，特工的部门就是间谍的部门就对啦，特务的部门叫做圣特波。
这圣托坡后来成做这个红色高棉的一个，咱像德国迄种盖世太保同款，伊的代号叫做 S21啦。事实迄阵吼是设伫一个金边这个因的守护南部的一个区中，叫做托斯楞安尼。这圣波特吼，这个所在是迄个赤色高棉在统治的时代，处决2万人，意思讲入来无一个活的，剩7个人活。迄个主事者就是这个人。所以今仔日若有捌去高棉参观的人吼，无说是毋捌去啦。这个圣特坡原址成做柬埔寨的大屠杀纪念馆，就是咱讲的东南亚的奥斯威辛。奥斯威辛就是德国当时屠杀犹太人的一个纪念馆就对了吼。现在会诚心问这个呢？原来1995年有一个柬埔寨的牧师，伊已经归属美国籍，毋过伊是柬埔寨人，就对高棉人，叫做克里斯多佛。伊为着一个家己称作罪孽极重的国家的干部势力，伊是讲，伫伊咧报道中间有一个人来找伊，讲我罪足重，我要信耶稣，你甲我势力。想讲伊家己要反悔也介好，伊嘛毋知影伊什么人呢？这个人定期来听报道，后来决定受洗。伊是讲伊要为着家己的罪恶的灵魂找到一个归宿啦。就安尼经过几啊冬哦，伫1999年，一个香港的记者叫做尼克，伊伫柬埔寨这个所在，伊咧访问伊足趣味。当时害这的高棉人几百万人死，这阵恶魔嘛，伊要找消息就对啦。伊竟然去访问到这个愿意接受访问就对啦，这个康克友所以整个迄个屠杀的消息开始爆发出来啊！进前拢无人知，但是无证据啊！原来这个人就是因为伊4年前伊信耶稣，所以伊愿意出来承认伊的过错，伊家己认罪就对了。对这个康克友，迄个时阵伊受审问的迄个面貌，这是当时的一个高中看到都安尼水水啊，清幽，无想讲遮有2万人死伫遮。这个 S21的监狱吼 ，S1个监狱，这是后来迄个纪念馆用迄个死人骨头摆的一个图，拢现在伫遐咧展览，互人知影迄个人性的可怕，迄比恶魔更较恶魔就对。迄害家己的民众呢？你敢知影？家己的国家的人呢？竟然这个当时的迫害政权会遐严重。这个康克伊安怎讲？伊讲伊对归属基督教了，伊愈感觉家己罪恶真重。所以伊隐姓埋名为做伫迄个国际人道组织的，伫这柬埔寨工作。但是无人我当发觉这个新闻包括咱讲拄仔讲迄个 ECCC， 就是迄个战争法庭用2万美金在敲吹遐个罪证就对敲袂出来，因为有人暗砍嘛。现在高棉也是讲柬埔寨的统治者，甲较早遐拢甲做伙就对啦，伊就退暗号安尼就对，所以联合国用开2亿美金，敢若这个自愿承认，因为伊基督徒信耶稣，伊知影讲这个罪唔通阁暗砍所以才该拆开。所以这个康克友伫2010年被判35年的有期徒刑，后来判无期徒刑啦，判无期徒刑。所以照讲，当时应该为着几百万同胞的死负责的这首领，因为安怎？因为后来当作投降就对，归去我当初是统治的代志，拢暗做伙砍该和解就对啦。甲现在新的政府和解，讲什么民族和解啦，一切拢过去就变做砍起来，因拢无代志。但是因为这个康克友伊家己承认，后来开始追踪，有真侪遐高官有互人来定罪有人定罪。
啊，所以后来亲像2016年，迄个有一个第二号人物，就是坡帕下骹有一个叫做龙蟹，互人判终身监禁啊呢。啊，所以咱这个故事讲，人的罪恶会当用更较侪罪恶暗藏，但是当伊信耶稣了，伊竟然甲家己迄个上见笑、上毋敢讲的事，已经暗藏足久啊！伊若卖继续，伊若继续暗藏，嘛伊当躲过就对啦，会当安享晚年呢。但是伊承认家己，啊，所以伊家己讲，伊现在要站起来，公开家己的身份，并接受审判。伊讲：我过去的生活充满罪恶，现在是我承担后果的时阵。所以后来有新闻评论甲伊讲，这个人虽然伊作恶作毒，但是伊搁要悔改，就亲像伫十字架顶耶稣边仔迄两个犯人，一个甲耶稣讲我罪重，但是请你纪念我。伊讲这个康克窑是红色革命迄个大无畏革命者，是一个风刺啦吼。风刺讲伊拢是革命者，其实是杀足侪人的刽子手，伊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伫这个讲话者，用这个故事甲咱三甲学习，若毋是耶稣基督过活的能力，人实在是袂做甚物。真盼望咱伫过活这时阵，咱当带着耶稣基督过活的能力。你超越死亡，超越迄个咱看会到的世间的价值，因为主将迄个永恒的画面赏赐予咱。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咱更较勇敢传主国外的福音。即个疫情惹坎的时阵，就亲像耶稣受钉死迄款足沉迷迄款的气氛。但是咱相信耶稣的国话，必带来整个世界的改变。